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5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，民数记第11章24节到30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水泉。水对一个人的生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。人可能可以一段时间没有东西吃，但是若没有水，却能够对生存有极大的威胁性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当中，他们曾经有2次因为没有水可以喝，无论是因为真的没有水，或是因为水质不佳无法入口，他们就这样子来得罪了上帝，造成他们生命受到威胁。因此他们就大大的埋怨上帝跟上帝的仆人摩西，也因而得罪了上帝。那一位在日正当中去到井边汲水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虽然不愿意让人家看到她，但是在沙漠中没有水却是万万不行的。因此他只好选择在日正当中的午时来到井边来汲水。耶稣基督在井边遇见他，就借机向他要了水喝，目的就是要跟他谈话。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，要是你明白上帝的恩赐，以及现在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就会求他，他就会把活水给你。那女人说，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哪里去取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先雅各给我们这口井，他的儿女和他的牲畜都喝这口井的水。难道你自以为比他还大吗？耶稣回答说，喝了这水的人还要再渴，但是谁喝了我所给的水，谁就永远不再渴。我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不断的涌流活水，使它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我们非常明白的知道，在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实体的水，而是属灵的活水泉。这样子的属灵浇灌，正是使徒行传第2章耶稣基督的门徒们所领受的。这活水泉不但是永流不息，更是激起了生命的火花。它的浇灌使使徒们能够有能力的说起别国的乡音，来传福音。这样的圣灵浇灌不只发生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经文里面，同时也发生在旧约的记载里。民数记第11章24节到30节，这样子的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期的事情。圣经说，于是摩西出去，把上主所说的话告诉人民。他召集了70个长老，叫他们站在圣幕四周，
上主在云中下降，对摩西说话，把赐给摩西的灵分给那70个长老。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像先知一样的受感说话，并没有很久。其中有2个长老伊利达和米达仍然留在营里，没有到圣幕那里去。在营里，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很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。有一个青年跑去见摩西，把伊利达和米达在营里所做的事向他报告。这个时候，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了。约书亚从年轻时就是摩西的助手。他对摩西说：“我主，请阻止他们。”摩西回答说：“你是为我的缘故而嫉妒吗？我情愿上主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的子民，使他们都像先知一样。”然后摩西和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回营去了。可见以色列人狭隘的心态早就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发生了。他们见不得别人跟他们一样同时期的领受圣灵，却要求摩西来禁止他们。但是摩西的回答正是符合了上帝的旨意。他说：“你是为我的缘故而嫉妒吗？我情愿上主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的子民，使他们都像先知一样。”赞美之泉有一首诗歌，叫做《圣灵的江河》。歌词这样写道：“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近前来谦卑等候领受。在你同在的之中有满足的喜乐，圣灵，请你来，自由运行这地。圣灵的江河流啊流，自己永留在这地。在我的里面，生命活水永不停息。圣灵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我们欢迎你。”这正是摩西所说的：“我情愿上主把他的灵赐给他所有的子民。”圣灵能够自由地运行在这地，在我里面，也在所有的人里面。生命活水泉将永流不停息。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，约翰也这样提起了活水的河流。他说，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。耶稣站起来，高声宣告说：“人要是渴了，就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上主圣经上说：“那信我的人，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。”耶稣这句话是指的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圣灵所说的。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。
只要是属于他的人，就必能够领受上帝所赐的活水泉，得到永生。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。上主啊，你的创造繁多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智慧果实。遍地充满了你所造的之物，有汪洋大海，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，船只往来航行。你所造的海兽系游其中，他们都倚靠你，靠你按时供给食物。你供给了他们，他们便吃；你赐食物，他们便得饱足。你走开，他们就惊慌；你收回气息，他们就死亡，归回尘土。但是你向他们吹气，他们便生存。你使大地得以更新，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。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，他俯视大地，地便颤抖；他触摸群山，山便冒烟。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，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帝。愿他喜欢我的诗歌，因为我的诗歌从地而来。愿罪人从地上消灭，愿邪恶的人不再出现。我的灵啊，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使我们领受了你活泉的生命。求主指教我们成为那宣教者，使我们有宏宽的心愿，与人分享主你所赐的活水泉，使人也能够蒙恩得救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